環境及生態局咧就透過低碳綠色科研基金嘅資助咧，就係資助咗盧米科技喺呢一個今次就係一個點樣將一個廢塑膠由一個低嘅雜膠嘅價值轉廢為寶，成為一個高附加值嘅產品，包括就係一個隔音嘅屏障啦、聲學嘅材料啦，同埋一啲高價值嘅一個音響嘅設備、揚聲器同埋呢個唔同嘅產品嘅。而今次呢一個技術咧，係用香港嘅技術喺香港設立廠房，係香港嘅綠色產業。而第一年佢嘅產能咧已經係可以達到3500公噸，正正就可以處理咗超過40%綠在區區每年收集到嘅雜膠。而今次亦都可以證明到咧，我哋只要有科技嘅投入咧，亦都可以解決到我哋唔同嘅低價值嘅一個雜膠點樣可以咧升級再造。而將來咧佢嗰個處理量咧，亦都可以提升到咧每年大約係7000公噸嘅。今次咧，我哋亦都係透過呢個綠色嘅科研基金之餘咧，環境保護署同埋環境及生態局咧，亦都好努力咁樣幫盧米科技咧喺香港可以揾到一個適合嘅用地設立廠房。所以我哋嚟緊咧就係可以喺香港透過盧米科技嘅技術喺香港收集我哋嘅廢塑料，喺香港進行升級再造嘅產業，做到一個塑膠回收嘅內循環，就可以透過香港嘅優勢立足大灣區，建設呢個無廢大灣區之餘咧，係可以聯通世界，發展我哋嘅循環經濟，同埋升級我哋嘅綠色科技產業嘅。咁其實星學超材料咧係泛指一類特別人為設計嘅材料嘅。咁佢主要嘅特性就係佢有一啲微細嘅結構啦，呢啲嘅結構咧其實係經過特別嘅設計，可以同聲音有一個特別嘅反應。咁透過呢個反應咧，佢哋會呢啲物料會有一啲特別嘅聲學嘅效果。咁我哋呢邊其實主要已經投入咗大概10年左右嘅一個研究啦，去睇下點樣可以將聲學超材料實現到一個喺噪音上面嘅吸收。咁對比起傳統嘅聲學材料咧，聲學超材料可以做到嘅嗰個優勢咧，主要喺兩樣。第一樣係我哋可以做到更加寬頻啦，更加個broadband 嘅一個聲音嘅吸收，尤其是係喺低音方面。另一方面咧，就係因為我哋係其實透過設計一啲好似而家大家見到嘅一啲迷宮型嘅結構啦，咁我哋可以特別去定製一啲想要嘅頻譜嘅，亦即係話實際上如果你有咩噪音嘅問題咧，我哋可以針對性去處理你嘅嗰個噪音問題，咁樣就可以有效咁喺有限嘅空間裡面達到最好嘅嗰個吸音嘅效果。我們呢是從2021年左右開始意識到 OK 我們現在可以採用一些更加環保、更加綠色、更加低碳的原材料來製造這個聲學超材料。所以因為一些機緣巧合呢，我們在一些工程上，一些客戶的工程上採用了一些工廠的回收料來重塑製造聲學超材料，並且得到了非常好的應用和非常好的客戶反饋。所以呢，我們在大概2022年左右的時間呢，我們就在想，是不是有機會我們可以非常系統性的去研究一下，由不同種類的塑料垃圾回收以後再生的材料，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聲學超材料的這個整個生產線呢能夠切合起來？這樣的話，其實我們是有機會把全線的聲學超材料的這個產品呢，都基於回收塑料來做。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貢獻到不管是香港本地大灣區，甚至是全球的這個回收再生的這樣一個市場。